出细汉时，所木卡同阿爸阿妈乡下所住建吼啊，天寿的啦，啊到遐嘛70人的啦，啊遐都退休的时间的啦，啊遐吼大家死细拢上愿去做细的啦，啊遐太阳既然变既然呢，啊外咱还天皇做变了雕塑呢。以前嘅先书的课书呢，做写法的啦。我细的时阵都山东吼，我咱个木吼头前都种笋，非常吼，安尼头摆，我妈妈记到，过那只吼，起落去就做啥嘛？阿妹，脚头来，该几顺转啊？你食菜讲吼，我做了就顺的，做了道菜食菜做，用感情来做的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强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娘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泪风思念。时歌清甜，梦里梦。酒处处添归烟，烟烟映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台中的东片沙是太行。伊喺台中嘅后花园，你到边个环境啊？同好食种马做笋，不过喺期天灾来说，你喺老去路过，做在年长也嘅保存期，行卡本快种蛋糕变到行卡澎湃。今日就谈的民族，乡下把握也嘅珍贵嘅美节来啲品尝，做笋嘅清甜好美食，来哩。太行也嘅天命。係因為頭擺係啲入面嘅客家老祖公，其中第一個發發嘅無浪地度長有嘅名誒，佢係啲台中市嘅北屯區，人家很強到台中嘅後花園，92年大地通過後，茶龍埔傳承傳過太行，本當多專家發現呢位嘅文獻之熱。另外，山那度有30兩種嘅綠葉樹，啲季節變化嘅時節。接接金黃色嘅葉嘅綠滿天，安靜嘅景色，做得老歐灣睇嘅秋風綠葉相比哦。太行嘅自然生態豐富，係民眾兩日休閒行釣、曬日頭嘅好素材。Hello， 大姐你好。你好。我嚟啊！太行嘅道邊，認識太行行家學做料理，彈鋼琴就走嘅係嘛？啊，當然。可以啊，是的，公安来了，是的，公安，謝謝。黃玉美太子，懂事行義，非常熱心，做得啲熟悉嘅家鄉，神忙推廣腳下一啲少量嘅土地，用在地嘅食材做料理，會有人認識得到，係佢真歡喜又有成就感嘅事情。對佢來講，生活就像啲麻竹水樣嘅，有苦有甘。天天呢聞出來嘅片菜飯，就係米感嘅好明星。你知啊，俺那俩學教哈，就家啲事哈，啊，所以俺俩對光復哈，以後哈去嘅學教，學教去了哈，差唔多20年哈，人口流失，個學生較少，校方哈就感覺講，係咩名，我來唔冇，名係名我來唔冇。太行台語嗎？係
谐音就是讲大康就是愈来愈康。啊，后来嘞，那校方的有个名字有在更正过，更正的名字就是叫光正，就一直启用到地震哈，安尼地震了，福到做哈网皮嘞，哈网皮了就重建起来，重建起来的时间，两个地方人士感觉讲了有纪念的名吼，就讲说无安不对，该都转来做太康。重建过後，太行嘅味嘅記味，建議愛去學教，本差唔多全部都係港中人嘅字體，做得要極偏特殊，提升其下頭嘅水準。後來佢下擺揾名嘅，前面知道年代嘅太行國小，係有歷史意義，就故意擺改轉年代嘅名嘅。這座橋是光西橋，頭擺種竹竿吼，該做嘅，唔係掠種嘅。真勁哦，要做工作，按樣行啊！係，叫咱農民吼，抓為對量出入吼，都要出入做乜解啊？開竹筍啊！開竹筍，對吼，太行一道邊竹筍都有名誒。錯啊！哦，就按用落去啊，兩邊上哦。就按咱兩個太康嘅竹筍吼，東邊吼種麻竹筍，西邊種綠竹筍。原來如此，不是其他的我拿出來賣。拿出來賣做那這種開啊，要按用開。這種按開。太行因為天時晴和，難肉當皮，除咗熱天嘅荔枝、秋天嘅柑仔以外，竹筍就係主要嘅經濟作物之一。無論係麻竹筍，也係綠竹筍，所以啲太行出產，唔但淨係好美食嘅代表，好名聲嘅象徵，佢嘅品質還卡係全台灣大頭名嘅哦。無怪前些人仲係啲太祖嘅時節來也침式。接下來就等你嗌來啲竹園地度作清鮮嫩嘅麻竹筍。哇塞，一道邊啊，唔知係咩風采爭高嘅關係，全部豆豆白白嘅，唔知還有竹筍好熬不？龍太公，阿爸，按照有竹筍麼？熬竹筍誒，一條係風采打下來嘅係冇咧？哇！要不要樣樣動態哦？哦，開始都給。早，太見咗。哇，太屯一道味嘅竹筍當有名誒。因為唔可以來按強鬆，你要出力冇？做得下來看嘛，下來看。這樣很嫩啊。要出水都要鬆杯耶。很嫩啊。來了看，這道味有好，樣很多餐，這是餐對不對？產竹筍，餐竹筍。可以給我試一個嗎？可以。嘿，有100個經驗。按鈕按先找它在哪裡，對不對？對。這個給我試嗎？好。請大家節點睇嘛。用來看呢？用來看呢？中間。哦，這算中間哦。下面的不能夠再挖深一點嗎？這深就老了，在下面老了。就比較老了。你怎麼看的？個人的判斷。個人的判斷。估數冇判斷高難嗎？個人的判斷。因為我上擺去餐桌順家見咩人講係個人的判斷。對。我都有下還唔會判斷。我唔佩服做唔得，台灣嘅農民除咗3萬以外，種嘅技術真正係世界第一等嘅。唔但將農業改良以外，對農作嘅技術、知識還卡係當豐富，甚至還有當到嘅創意哦。要倒面油對不對？搞起來。好，這給我試，這個我來試好不好？來了吃。就要從這邊下去，從這裡就反方向啦，這裡葉子啊，有沒有尖尖的？這個什麼意思？只是就是兩個方向而已，就是這個兩個木。為什麼？它才會挖起來，它的生長就是這樣。哦，所以它是這樣長的話，我們就要這樣挖。對，這樣長就這樣挖。看這個，像這一隻就要從這裡。這個不就長了，好吃不好吃早就決定了，這樣挖有差嗎？
那个看是要相，找比挖起来较嫩的看相地方，才要不然踩得你从这也下去。可以呀。没那么好看就对了，卖没那么好，价对啊，钱。就是看经验了呢。哦他做久了就有经验了我。果然是蛮菜的，在煮水这方面我是菜的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好不好？可是重点有一个啊，就是要在哪里菜下去，哪还不低呢？这个人经验的，先是要看这边是不是？这边呢，没有，这样挖开，在这里挖到那么底，这个又挖很底没有耶。你挖开我们比较好擦。那这样你看要怎么知道你要上要小，啊，差不多这里有一个，对比较老这个要留明年，它差不多从这里。好，那我试试看哦。一次要插到底吗？对对对，好，不是你这样会飞到这里。怎么可能差那么多？好，我试哦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看，哦，这样一样的。啊有成功吗？有。这么刚才刚困都跟叶刚刚完全没有出力，我为什么要出那么大的力气？豆香哎，而且要到边可以了水分按到，要做点吃脚什么嘞？新嫩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准备到位哦，嗯，好专业啊！做点吃脚食了，啊，好脆哦！对，天这样哪，就可以吃了。好甜哦，真甜冬甜，而且啊，董仲都可以赏是淮山用哎，它那个甜味很像淮山，好吃，真甜好吃。就是了，像是梨的安尼，水梨嘛安尼。而且水分浓浓又浓甜，唔会这种香香的米头不会，它是有一点甜甜香香的味道，竹笋的香味。像糖讲啊，大坑一道味的也个竹笋啊，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哦，嘛个样香气会很好嘞。气候变了土壤问题啊，人家会看模风。哦，都好黑散吧？嘿，好哦，啊，了土地属于较泥沙，比较沙土啦。哪个厉害？嗯，啊，松松，松松啦，比较松松，你沙土啦。看，啊，种的种盐就种诶，种盐不用的嘞，想不出来，冒不出来嘛，真的。会很硬很硬。不懂啊，哎那东南向 low key 吧，哎对不对？哎哦，姑说爱牛沙值得你一吐。姑说你刚刚讲会记，爱风较细地方，啊，姑说风吹来吧，风踩来吧，记住影响动态嘞。哦，强风又强水又强热头晒，对不对？姑说才会见人家个无辜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较唔要呛鱼啊，呛鱼要较要苦啊。啊，我们变强，唔要变强啊，变强会负担。要苦啦。台灣種拿東法算係從城內嘅馬族，較好10月嘅環境，太行山區各種環境條件都合適種馬族。行甲瓦減市場早就發展出用竹筍來做充錢嘅栽培形態，筍農單單用鉗奶鉗布精緻嘅種法，出產嘅馬族筍肉質當幼又當嫩，米絲清甜，做得老水里來比哦。很重哦。这大概几斤啊？这个应该差不多80公斤，差不多88。88公斤哎。我们接下来这边会做什么动作呢？这个分级包装啊，分级包装哎要怎么分？那个就是要看这个啊，唱歌。像就是这个笋子这个，它这个是要那个出青嘛，这就是要那个就是3等的，只有看上面出青的地方吗可？是要看这个整只这个大小，它有那个一定的那个比例的。可以借我看看，比较看看吗？这个有出青，可是这个也有哎、这是有啊，但是现在是台用湾枪米啦，用太极，用我一电用电了去枪米啦，了去拍拍啦，要抢米卡富对不对？看唔好，唔免看唔好啦。该嘛？胸腰黑，晶莹剔透哎，各位3、4點鐘，那個精華全部就抓到竹筍地肚裡嘞。
买了讲个价钱较便宜啦。这只就是上等的了。那个迄头的呢？对，我有看，怎么看？哎，看都看是嘛，看不是，有没看不是？看不是。小姐要讲个，唔要讲个，你就看是了，说那个。小姐迄讲的俺看不是，就算讲的俺看不是。你拿对啊，你看是的呀。你做的高买嘛？看是啦，俩拍有太极，卡趴。俩有射击有长眉，有看不是咯。哦，看起来个戏呢，看它形状大小，跟看起迄趴的也强诶。啊。马祖顺嘅神奇係啲當年4到10日，其中5到7日嘅係太出時節。睇嗰個同唔了解嘅族順，順米盲變強。另外，杭州地用樹枝甲針下去，熱會留下定隻嘅就係一齒嫩，唔會腐蝕。原來安用嘅套好食嘅馬祖順，未係當有好味嘅哦。一個雖然佢講出牆洞洞誒。可能來小可嘞，好像真的有差哦。當種較老的話，看起來無按已經較纖維化的是嗎？較無識到皮的啦。啊，較無識到皮的哦。啊，你拿轉去，剛剛講哪來？做筍乾啦。筍乾，你按樣講來啲啊，咪客家人會做個豬腳老蛋筍乾，那個很好吃誒。懂吃，因為韓國家己按樣順順的。懂後生，可他家人呢就會按上腔，較好的我們分級賣出去啊。迄個有出牆的部分啊，我妹妹去往做的老記，用我們客家人的紙幣改編過後啊，去往做的食凍酒，它可以放比較久，食較久，對不對？馬祖順做充口感，唔過祖順炒過後，還會繼續有淡黃嘅調氣作用，順肉會變到豐厚、流變粗，尤其係熱天溫度高，變化還較夾。長久以來，安用嘅做得保持家嘅刺，一切都係祖順行銷蛋糕當難克服嘅問題。離開一群真性情有帶影響嘅順農大哥，夾夾帶定爭撮好嘅馬祖順來嚟做下好料理了。太子，也個祖順呢已經準備好勢嘅，聽見我講係做乜料理？啊，那做個鳳肉祖順啊，祖順料理，啊，咱愛先來切丁，啊，那祖順哈，纖維哈。都按逆順，不能夠順它，我要逆着聞，對不對？聞路哈，好，那你試試看看。好啊，一片我老完味的吼，我老種的。因為大擺做客家的鳳肉，唔免用筍乾嘿。係錯。可是你做乜用按呢？迄婦嘢去做啊種筍乾，按用太空的出筍。啊，了解了。三層肉切得過後，先撈幾湯膏，撒下來變到溫度，煎泡到變差。風就會講煮食嘅時節，留食物風到溫度，唔可以掀開個嘢，用細火來煨。一直到肉變到老老張做的，對頭擺成番無風用嘅客家人來講，也有熟悉又懷念嘅味思，是有啲經典，也係年節嘅時節才會出現。好，剛剛呢已經撈一個豬肉、鳳肉啊，撈幾溜溜的邊個皮擦擦，厲害呢它就比較定型，唔會散開來，撒下來做對嗎？比較強誒，是不是？哎，對，爆香。爆香哈。啊，蒜頭唔是爆皮哦？唔是。OK。好，蒜頭啊，爆皮。唔係，佢會爛皮哩。哎呀，給鋪出來咧。啊，不錯哈。啊，咱會切麼？哎，個頭哈。嗯。頭愛伸落去。頭煮較久。係錯，你愛伸落去。啊哈，米頭先不會出來，是不是？好，爆香之後。是的嘞，哦，好香哦！天哪！蒜頭老定嘅鹹水凍香，米酒主要係比一些溜溜酒香啊呢。係錯。哇！你好勇敢哦！勇敢有攀走高嗎？真的哦。我看你的不誰就很做攀走哎。對呀，我看你那個架勢，就等於做攀走哎。哦，昨天才有上色一下下，对，上色一下下来。天哪！这个要比较多一点水，因为它要被吸，对不对？它要给它焖哈。啊，冰糖。冰糖比皮看起來較要甜甜，對不對？哈，再鹽巴。
呀，哎，这样子，调味的我们就不加味素哈，哦，好香哦。好香啊！台姐，刚才你的顺你要来给我标。哎，现在我们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。嗯，所以让它焖15分钟，做顺对让它嘛。对哈。是不是因为那个笋子那个煮汤给我讲几天来肉？哎，对，他要先给他那个笋子不用煮那么久。好。甜甜屋度見衝出來小小嘅水氣，空氣度都係皮皮嘅香味，豐潤濃香嘅氣息，本愛上去嘅熟悉嘅媽媽咪。太陽嘅半點鐘過後，個邊葉已經準備好嘅麻竹筍四部分，呢時節醃好鍋蓋，本麻竹筍嘅刺甜向下翕出來，撒下來準備愛食嘅麻竹筍炒肉絲，呢係太子吃食一道菜請接式嘅片菜飯哦。好，等下做腿炒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炒。一定要用猪油哦。猪油这么香。这么香。哎好。好像买细细家爸爸妈妈买那用猪诶。哎呀。从那东西先别香。猪牛。猪牛都可以。这应该是炒一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快炒一下。肉片啊，刚可能那切都泡泡的哦。嘿，刚刚的竹笋会有苦味的吧？这个你要是有苦味的话，你就先烫一下。啊，今天的笋子不会。今天采的，今天不会，对，对，看笋子的那个它的籽啦，优的话就不会苦。真甜哦。哎，对，阿俩是不优的话就会苦。哦。麻竹笋係所有笋類地度最便宜嘅品種，支持嘅竹笋唔單止做得變做各種嘅菜色，還夾大嘅鋪味合適嘅做法咪冇窮樣，笋味嫩嫩嘅，請合適拿來做冷盤。冬昂節切地過後，做得老肉絲向下炒；腳下嘅節做得煲湯，是好好利用，就做得食到清甜嘅味鮮。哇，太子根本日日嘅竹笋太長啊！那看還準備竹筒飯啊！係啊。哇，還有竹嘅香味都啲啊！哎，錯啊！這吃的實在是很徹底，連那個竹嘅啊，是有一些竹嘅味道，等下再批呀。鮮採的竹筍料理，先做位先來選擇好不好？先吃這個要給竹筍鳳肉。哎，這樣竹筍鳳肉出來。等了1久嘅時間呢，吼，看見呀，已經凍肉嘅哦。係啊。誒，先來試一下有竹筍鳳肉嘅竹筍。哦，腔樣係晶瑩剔透誒。有糖度嘅世界上研究提供一個竹筍行喺腔動車，韓國啊，因為你已經煲嘅3-4點鐘，故說那個精華全部都抓到竹筍裡度去咧。啊，咱倆汁吼做下就鮮入去，竹筍底擺度，係啊，所以佢該很入味，係錯，係。好好吃，那來試下個鳳肉好不好？哦，切開啦，好，切開啲啊，哦，扒開來咧，好，我最愛吃皮的地方了。哎，來吃色一口可能哦。那個鳳肉啊，都係最杜紅扒開來，都係那個竹筍佢本身就係清甜的，古時候的年代。那個3層肉，大家可能較講講叫我油呢，可是呢，因為都吸進去了，吸進去竹筍底度誒，所以食起來呢，更加清爽。唔係就熱門啊講，竹筍係主菜，啊係鳳肉係主菜，嚇兩萬年嚇，人家創作來，佢做純生食，兩萬嚟燒煮嚇，佢唔可以食按油，嚇，啊佢你要做下食下你就食，哦。哦，你好食，沒錯。啊，那小雞哈，其實是的，講多纖維。相比嘅話，係對身體嘅消化較好。可是啊，其實還要講到一件事情，就會講，那種鳳肉啊，都凍到下家種都有，可是會因為某 QIT 佢有產不一樣的特色，也會有一些變化。就從太行要到 BS3要給竹筍，所以我們就用鮮的竹筍弄去做，這就是這裡特有的。這裡特有。好，我下下來是兩個竹筍炒肉。好，我來試試以後要個清炒的竹筍。
就用迄动前车，香港人发现一件事情哦，台前家都讲话猪家喊说竹笋呢，给都炒家一定要落点猪油，哎，这对不对？就就说呢，给张会有这种小米都低度，除掉年蛋竹笋它的清甜跟它的水分之外，就都有那个猪油的精华，吃起来比较香。对。而且这个也没有苦味，没有苦味，哎，因为笋子油的话，它绝对不会苦，哎，可以生吃都不会苦。真的，那个竹笋都嘅甜烘直接上色，加下洗了就像白散用嘅。哎，这样，所以一定要品质优的。品质又真好嘅。生下來嘅沙拉就係用綠竹筍來製造嘅。綠竹筍要掛定殼，向下去濕熟，等冷過後，高冰一邊上度去變。愛食嘅時節，高落幾百殼，將做得清保自家嘅鮮甜口感。啲竹筍嘅產地，除咗各種刺筍料理以外，筍泥包還加有竹筍做料嘅鹹卵糕，全部都係古早味嘅原廠版美食咯。竹筍啊，帶對眼向下去看呀，太行要到邊嘅，按到嘅講古本來啲，而且我也讀到按到中亞嘅竹筍呢，竹筍農。你頭擺這個有種過竹筍嗎？有，俺頭擺真勁哦！我就在竹筍下面長大的。你啊，講到竹筍哈，你在竹筍下面長大的？對，因為竹筍已經長很低了呢。對。有一點像是煮大鍋菜這樣子，應該可以加個脆米落去。我今天吃的全部都是最好的料。對，這種的。清真對哦。我细个时阵都山东吼，啊，都我咱该福吼，头前都种笋吼，啊，你实在讲吼，你细汉人我做了竹笋的时节吼，用感情来做的，所以我做了道菜，实在做用感情来做，我都是非常吼头摆，安尼妈妈吼，她怎么样做，和让笋做出来。我咱头摆吼做个烧个潮的，你知嘛吼？嘿，唔免讲，像你们用个是开到进去。你们我妈妈记到，那火那只吼起落去，吼，记做啥嘛？阿妹，脚头来，该几顺转啊？啊，我细年啊，按带啊，该你那个脚头哈，脚差不多堵到地啊。你去都讲，你要示范是不是？哎，竹笋啊，这边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吼，妈妈都先落锅去煮，我头摆说讲，安尼笋按好食，来点仔来到室内，用笋浸都浸无按好食的。你講你太個好係冇？係太個好，太個好，你去到我鄉鎮。係我鄉鎮。啊，就食唔多啊，安尼各種的美食。古時人家還會到夜頭邊來開啲嘅春堂，係咩而咩嘢嘅竹筍嘅味道啊，然後細細，好享受到嘅動場。係錯，真的。啊，所以我對嘅太康良吼嘅感情吼，當親啦，吼。我想，抵達3年嘅心肝肚都有算係自家家常嘅美食。這個料理可能沒乜嘅澎湃，沒乜嘅太出色，不過聽到比全國地道嘅名菜，還較上癮來食。古時料理都有生命記憶嘅美食，不過呢個美食殺毒菜肉，當然保存，美食清味會聽得人無體氣。不過對留下來嘅人來講，殺咗得聽得下後嘅人生記下10年，變做思念時節嘅寄託。未處唔會辜負一場家常美食嘅雁宴咧。食睇嚟各種刺筍料理過後，聽得捱來啲體驗客家人前輩做嘅鹹淡，無求用滷法嘅竹筍，又會攞各種食材做出物嘅特別嘅美食咯。嘿，老闆，你中午好，你好，唐哥啊，
做个姜笋还有笋干的料理动腔嘿，嘿啊，嘿么，有戏啦，有戏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老青同是客家人，对两个电影下嘅帮妹，规身呢散发出家嘅小可，还加对生活嘅热情，确实本爱影响当真。对家嘅生活，充有当国嘅讲，做得台本顺风嘅人，实实在在嘅生活感，来自流量嘅物产主料理地度出来嘅。爸妹要注意要不要记先，家个蜂蜜煮铁是不是？嘿嘿，你做咩每个按样落去卤落，就会干冇香舌。里面你要先了做迄姜笋。爸妹，迄讲两个冇煮熟啊，煮落去卤的话，要油麻检查。会生久会坏皮哩。会坏的。嘿，啊，你煮落去，夹个水气都冇皮哩。哦。啊，卤落就会干冇，你块冇水气，然后也别糟多卤得嘞，卤啊，将要靠冰块多好嘞。爸妹，甲一般你卤东西啊，都会用盐，然后给脱水，就做得冰较久。那这姜笋没会用冰盐吗？冰米浆。米浆。嘿。古时候米浆叫米的姜笋哦。嘿，啊，条白人吼，还有用米糠。米糠。啊，另外人用米浆较好食，较香。米浆较好食哇。卤咸淡是一种对古老文化来嘅滋味，对清早嘅盐卤、调油卤、糖酱卤也得利用顺风嘅调味，搭配四季木香嘅香菜，唔但将放长嘅食物嘅保存期限，咩丰富嘅四季嘅翻杂。还较有爱物、食物嘅精神哦。好，爸妹，今日嘅做笋烧好食嘞，有啥过来卤味，对不对？卤味。一下唔加讲到米浆。哎呦，又香诶！香。米浆、调油，今日嘅嘛嘅？水。个扁糖诶嘛，砂糖。哦，连米浆装落去了。米浆先装落来，要算好嘅分量，对不对？比例呀，吼。米浆。过来了嘛？水哦，调油，过一些嘞糖，溜个听听哦，帮下人搅好冇？搅嘞。爸妹按样做，迄慢人搞用的冇？调摆啊，调摆慢人搞用的。啊，听眼未好的啊。听眼未好的，啊，古时候都也特别太搞多人嚟做啊。系啊。也个眼未冇讲嘅。眼未讲唔赚钱啊。眼未讲嘅，冇呢眼未讲嘅，怪怪糖吧。哦，你卤落去。好，我先弄到一个来哦。唔好太多把味用来，阿妈把味用来，唔好多。一咪用来。用多按用较喷的会找黏米，是不是？啊，咪多来。哦。啊，头摆拍米浆都会切咖乌卡切咖做吼。头摆乌卡切做。切咖做。哇，好香哦！很香哦。哎呀，很香哎。爸妹按用手全部手匀，对不对？唔说菜菜你就混手皮的嘞。哈？菜菜你会用哎？菜你都冇皮的啊。咖喱你都说。好。咖喱你都说。那都讲几通嘞？咩啦？按用不用到咖啡地度，不用几久的时间？用半年。半年。将咪啊，控到冰箱地度冇嘞？啊，控到冰箱地度冇？唔是啦。常温哦。哎，唔好快睇啊！唔好。真的。老调味圆圆熟地已经熟熟，唔会糊嘅麻竹笋蛋糕，并入皱皱嘅保持盒，留保利干嘅地度，留佢封起来。呢时节唔好拌水起落去，起毛就做唔上诶。用米浆来卤嘅姜笋，金黄，米是又香又嫩，食起来特别甘顺。冇像传统卤嘅东西按时咸，合适老各种唔嘅强下做哦。家下人哋都嘅做嘅個姜笋，一下經過半年過後咧，佢就變到係按樣嘅鹹咧，係香哦。香哦，安尼咱來先嘛識得啦。哎，你做這個是嗎？是的。家下就已經煮熟嘅嗬。煮熟嘅。哦。等我食東香哦。東香啊，一個做唔得食香多，落皮嘅菜冇乜香鹹。煮黃嘅啦。煮黃嘅，家一煮菜我講係邊嘛嘅？哦，黃啦。一卤一卤嘅，煮，溜，安尼。啊，你一般迄邊嘅藍鋪子都去整，你用姜笋好食，阮邊用姜笋，啊，用落去切得較夾熟吼，較袂黏味，較袂黏味安尼。菜了。可是按用整嘅，一般阮落嘅薑絲啊，就會個冬天早落薑嘛是嘛。
个地啊，有卤冇？咩唔是卤，你卤酱笋的。卤呀，中式就啊，不用放姜丝哦。不是，会酱米黑冇？嘿。好啊，这怎么放？要切吗？哦，你安尼切。切一块一块的啊？太块嘞？咩？安尼。哦，个对半泡。哎，啊，过来切丝。啊，切到暗泡哦。懂针对呢，都是早晨食梅噶，好多放料嘅哦。嘿，你唔是煮过嘛，先放梅。係啊，嗰日咩標落去哦？嘿，標落去。這唔好長壽誒。唔好長壽。你安尼盡量咧。嗰攞一些調油落去。攞啲調油落去，嘿，落。好。哇，眼望試試過誒。安尼有色啦。真勁哦！阿娘做做的咧，攞嚟整。攞嚟菜，啊，標出酒。有酒。哎，導演還有酒。米酒。都調一些米酒落去吼，這樣主要是比唔會煮香。OK，阿娘煮好勢咧。好嘞。做得落嚟整咧，對不對？我整幾久誒？15分鐘。15分鐘啊，就做好勢咧。嘅表演農場過後，接下來學做哪個藝術料理，有一個動靜嘅傳說。相傳清朝乾隆下江南嘅時節，因而搖到都唔掉。唔過也冇人是純到菜米做得煮，故就壓落去。本乾隆懊惱做係雙等品，本佢名嘅按到一品啵。做下到嘅食飯嘅時間就會壓無限，對不對？係啊。兩個啊，順乾就會按用神神嘅米頭，不愛吃到個上到兩種米線啊，就上到客家人是盼中加下那個風牛。係啊。就一定要保證，這好棒！把每個椰子汁我講來做嘛該？順乾，我煮個菜梅。煮菜面。頭擺中嘅嘢啦，風肉啦，啊中個菜當好食咧，啊參隻順乾落去，幾味當好，當好食。啊，你出菜攞幾多名嘅冇？有啊，山珍海味。山珍海味，有山珍有海味，含卤的當季的那個順乾。順乾標落去。好，各位要標嘛該？好，木蜜。木蜜。好，2盤東澎派耶，有7條潤，這什麼？海參。花枝丸。雞肉。東澎派耶，海底肚的薄皮，2隻腳、4隻腳、5腳的，用手的全部都有嘞。新麥米不用搶推。哇，按鈕全部不用落去，我知道你這個原理了。那杯好波呀，杯順乾啊，先把它當成湯底這樣子，對不對？酸酸的米頭先散出來，各位呢，剛剛不卡油嘛該東西啊，全部就不用落去。有一點像是煮大鍋菜這樣子。按鈕煮當種泰國菜耶。泰國菜。對啊，是不是？甘當好食。甘當好食，先把那筍乾煮出來，跟米頭骨頭剔個冰，對不對？味道跑出來。按鈕要煮幾久誒？2分差唔多10分鐘就好咧。按鈕一下就好誒。也好咧。還有食糖誒，係嘛？食糖誒。食糖後捏嘛好。天啊，當真的誒！當美姑說我清楚你呢，應該係加個菜米落去。我今天吃的全部都是最好的料。真有這個。清真對哦，乜嘅營養都有咧。對，係啊，乜嘅營養都有。早期客家人的年節，早起身搶人下過後，為了存的菜變落去鄉下煮，變做嘅插菜湯。因為係大家都有嘅記憶，按樣落鄉下嘅插菜就變到客家有面試咧。到今未變做代表性嘅澎湃，就啲倆時節，中順正起午嘅咪愛少少上作了，行愛等物緊咯，夾夾上作落嚟吃食啦。我們一下就來品嘗煮嘅那個中順順乾的泰餐。而且來生魚好唔好？我唔敢吃啦。你做乜唔生魚？我前世是美人魚啊。什麼啊？美人魚啦，美人魚啊。對啊，不敢吃啊。中順啊，批的那個魚肉，裡面那個米一點點都魚肉嘅多，而且這個鱸魚凍嫩啊。真的。你說你前世是美人魚哦？對啊，我才不要吃它。我以前世是小龍女哎。啊，你吃，很好吃啊，你吃。
你知有没有像你？啊？有没有长得以前很像你？我以前很漂亮，红色的。你有拍照是不是？没有，有拍照。没有拍照。啊，你怎么知道红色的？看电视啊，每人都尾巴红红的啊。好啦，刚才你不能吃眼线，然后红色本太假空。我先来讲哦。好吃，好香的。哎，好吃。而且一定要那个姜笋啊，配的那个鱼肉，因为那个米一点点都鱼肉里头，而且这个鲈鱼冻嫩呢。好吃啦。那个姜笋啊，米落的那个米酱落去，不说生下以后，久久的会有一些转感。一般都会加蓝铺子，第一摆是都加那个姜笋呢，真的。那个生意好看哦。好，美人鱼。我再吃一口。好，是，等我吃。真紧呢，那个姜笋啊，已经等了半年的时间，我手机全部卤腻腻的，那种米酱啊落去就落去，还加那个卤鱼啊，又吃又好食，老得有时间等出来那个姜笋，还加又阿妹煮。按牛煮就懂好食，搭配起来就100分。我去带给家老师的。我说这是你们价钱公道啊。人家都是招牌吗？招牌吗？还算招牌了。算招牌。好，下个来是那个山珍海味，那个山峰的、海都的，全部进口的都要里头。对啊。你说不含加那个乱薯哦？对啊。料冻多嘞，呀，有都会就有那些笋干、焖米啊、花枝丸，那就老是给火爆中央哎。还有猪肚。这个没有鱼，你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好嘞。我自己弄。我帮你弄啦。你要吃什么？好吃吗？我随便把它打好吃。把它多好吃。山珍海味，把它好料都俩嘞。好吃的哦，好吃山珍的味哦。哎呦。那个糖真紧张的，笋干啊，那种酸酸甘甘的米汤，又按多料，花枝丸，有焖米，还有我那1球的那个泡菜，香菜落去，好吃哈。而且上班啊，我家是都给乱薯嘛，整个个口感，所以安样脆脆香香的，真的。也根本就唔免买个菜面啊，也算一个竹心菜，一个泰菜耶。你啊，我嚟真多年老师了，来弄这个道菜。我都会点来吃菜哦。我礼拜6和礼拜天才有。假日限定的哦。对。好，真的。跟来人总要有点卤菜好吃。对，而且食料出菜啊。喜欢吃海鲜的人，好生马该鸡、大用马个东西，全部都在这一碗找到。鸡啊油。全部都有，而且青葱店没有一个汤，青葱店就会加个汤头，用那个笋干，咩叫用迄等的时间啊，然后给甜甜的筛子，然后煮出来那种米丝，有啦，真的。你吃罗马个调味料，揉一些羊就好了，好好吃哦。另外，两片用自家做嘅菜笋，卤定猪肉，强下混出嫩白色嘅皮汤。因为菜笋寒冬期，口感溜溜嘅笋，拄好平凡嘅3层肉嘅油，唔是其他调味嘅皮汤，半卤半起，沙嘟嘟好係幸福嘅好米絲。一袋蘆笋唔但只係作物嘅蔬菜，本作當嘅好菜風景，還較加甜嘅味。將係要擺來到太行了，到尾後真緊呢，東東年都會種竹筍呢，唔頭擺起家要種哦。冇種一條呢，種一條呢，按頭擺有係種乜嘅？種柑，種柑咩做農嘅？做農。種乜嘅東西嘅？種柑，柑都每一時嘅時就種紅旗。紅枝嘅。紅枝嘅。還有乜嘅咧？紅枝嘅，每樣種泰梨。種泰梨唔會賺錢。唔會賺錢。唔會賺錢，仲要種甜柿。嗰時都要到尾嘅，太行嘅奶。空氣甜食然後，乜嘅東西都種好係嘛？都種得好。真嘅哦，貼片頭擺帶上紅嘅嘛？係啊。自家上人種嗎？都上紅啊。上人冇。用嘅，佢用洗成帶去用嘅，啷個？我老公，我先生在片的時候，我都出來兩做這些我來講都
用个奶，我觉得先浸问下细人啊，将来脚不较大，啊细细人先浸到，啊来脚不较大。古时人细人呢，老唔寻到两个做厨师的条路，古时人就老给用他带黑嘛。那大儿子会难过哎。他说，伊讲啊，伊会带圆圆的，啊我就讲，我好多安辛苦我做吧改，我自己要快乐。那你那个可是多了倒闭来做厨师嘞？70岁啊，70岁这样可是做干之前全部带上吼。拢带上了。哇，干唔就从细都上红上班呢，4年没多给倒闭。对啊。这样谁上班会懂辛苦吗？快乐啦。快乐。他嫁了好老公，孩子又乖，我就会很快乐。真的，虽然很懂辛苦，阿哥很快乐。人家问我年纪那么大，为什么身体那健康、很健康啦？我就讲我活得很快乐，真快乐啦。欢喜就健康嘞。所以讲细人太细拢真乖啦，我唔是少啦。人家讲人生70张开始，阿爸们就会轻后会退表诶。70岁轻会退表，70岁当出来开始做总厨师，各位当欢喜，故说身体又当健康，又好赚钱。也怕你替拜量薪水吼，就量70岁开始量薪水，要当挑嘛，当挑哦，量到我从头家用讲，落咱啊，不爱机会量薪水。帮妹乐观处强嘅人生态度，將喺寒天嘅日頭中嘅小男友舒爽。對佢來講，生活唔是啲難味，生活就係啲腳下呢啲小男嘅土地方。人生大嘅選擇都係一件打開盲地大門嘅鎖匙。門背後嘅光景仲係充滿驚喜，又非常上癮。就將北美嘅料理70章開始，無數多年齡嘅漢子，地做下都成就出另外一種清淡嘅食物。從次嘅食材到老記路過，其實呢度都係飲食習慣同個文化帶來嘅影響。馬祖順現炸現食，清爽又鮮甜。韓國經過料理人嘅手藝，無論係滷嘅，也係煮嘅方式，全部就本佢帶來韓國特別嘅風味。平常時間老記憶煮出來嘅土地甘甜，呢度都係客家人對食材嘅尊重，還有統一嘅精神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晝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田。日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。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18年，四季輪迴